继续来到高雄，受到低压带的影响，高雄为透早开始就落这个雷公雨，未少地区24小时累积的雨量拢超过100毫米，像主管的雨量就真惊人，超过188毫米。啊，市区有真侪所在嘛拢出水了，像高山区的林海新路、双向的车道拢积水。过来，前镇的凯旋四路水是积甲骹肚悬。高雄市政府水情中心3级来开设来应变。车驶过去，雨水喷得真悬，真侪民众拢真烦恼，车会掉伫咧半路中，赶紧放慢速度驶车。今仔24点钟，累积雨量达到149.5毫米。过来看前镇凯旋四路，大雨是上真大，水位来到机车半个链仔悬，互2台机车直接进水。记者155公分，实际行到地势较低所在，水位嘛淹到脚裆遮尔悬，若这个是单公车的所在。想要坐车的民众是真无便利，若就伫咧边啊，佫是轻型铁轨路。我们真的近几年可能都没有下那么大的雨的那种经验，就起床的时候就看哦，那外面的雨势就非常有感。急降雨啦，降雨这也没办法避免。比骑快的话，因为前方也是。雨势大的话，会影响视线。继续行到林武八德西路532巷，看过去就亲像规片的水池啊。自从在因的土地啊拢忘开。还没有，我是现在我们要出门办事才发现说怎么会为什么变成这个？相关单位紧来清落管霾，避免雨水涨起来。这下区新丰路的大树，欢迎倒伫路边，七星路嘛同款传出灾情。整个树倒了。大樟树啊，现的，尾仔嘛是捡强风落雨扫倒，加在当时无人行过，若无后果地真惨。受到低压带影响，高雄一早落大雷雨，24点钟累积雨量，主管区来到188.5，个是三明区、北投区拢超过170毫米。保住高排水，阿公店溪电厝桥水位淹水一级警戒。市府水情中心3级开设，嘛是提醒出国民众若加水落会状况，较袂发生危险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